我70歲嘅阿姨上年8月收到房署嘅信，就派長者1人嘅公屋單位。等咗咁多年，派咗一個5至60尺嘅單位，廚房同埋廁所仲要共用。於是佢放棄，就等第2派。大家可以睇返我上年8月嘅呢條片嘅。事隔9個月，終於收到房署2派嘅信啦。我陪阿姨去攞鎖匙睇下個單位。雖然樓層唔高，但係都光猛，好舒服喎。有獨立廚廁，好有人性化嘅一個單位啊！廚房同埋廁所都好見使，單位亦都好市正。根據資料，個單位187尺，租金1800幾蚊。7年前排長者單位，預計3年就可以派到噶啦，但係最終都要等到7年先畢業。我真慨嘆，都唔知有幾多個香港有需要嘅長者真係等得到。我好開心，我阿姨今次真係可以安居啦。